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语，记载在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10章38节到42节。和合本圣经在79页，其他的版本我们请看荧幕。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10章38节到42节。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的家里。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的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近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忧，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以上。这时候我们请本堂的郑牧师来讲道，他的题目是沟通的艺术2，快快的听，快快的听。我们同心来祷告。慈悲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平安经过一个礼拜，在主日我们还有福气能够来敬拜你。我们教会从上礼拜开始进入到今年第2次的灵命灵修操练，我们盼望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能够有良好的关系，就像我们从跟神之间有良好的关系，我们要学习如何能够沟通。主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常常都是非常的自我，我们常常都为自己着想，而没有为对方而着想。我们没有办法将对方的话能够好好的听出他背后的感觉跟情绪是什么。我们在这边要学习，因为主耶稣你就是最好的模范，那我们来学习。求主祝福在这个4个礼拜中间，我们每个人的操练，每个人的付出都得到神你的蒙恩在我们身上。我们这样祷告，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大家平安。我们在灵命操练中间，这次是沟通艺术。那我们在上个礼拜中间讲到，我们说的沟通呢，最重要，它的秘诀就在同理心。我不知道我们大家回去在这个礼拜中间的小组聚会，还是我们在家庭里面的谈话中间，或是跟朋友之间，我们的兄弟姐妹谈话中有没有感受到这个同理啊，或者是有拿来操练过，还是仍然是一样？我深信在没有办法在1个礼拜中间就能够得到改善，很好的改善，但是至少我们心里就开始准备，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其实是要有同理心来做我们的基础。我们又以耶稣他为例子来讲这些，告诉我们说，耶稣更盼望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能够透过很好的这同理心的方式，因为耶稣本身就做了很好的示范。所以我们希望在4个礼拜中间呢，我们来学习这沟通艺术。实际上礼拜我们已经学过同理心的沟通秘诀，就是我们要从雅各书里面告诉我们说，你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所以我们将这3样呢，我们要分3个礼拜来讲。我们首先先来复习一下同理心到底是什么。同理心就是你能够将心比心，你能够站在对方的立场里面，然后去感受到他讲的话语，他背后真正的感觉跟情绪是什么。然后你能够了解之后呢，你又能够将这个感觉呢，能够传达给对方知道，说我真的了解你，我知道你这句话的背后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也举的例子，今天我再问了另外一个例子来讲，假定有一天你的配偶跟你讲说，我看我哪一天死了你都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会怎么讲？你会讲说，那我要后代机，还是说因为知道他背后是说，因为我们疏忽了他，所以讲说是不是应该先理解到他说，你的意思是不是我最近疏忽了你，然后就开始讲背后的意义在，或者说哪有这可能？或者是他背后一定是他身体有什么不舒适的地方，我们没有去注意到。我相信很多这方面的事情都是需要我们去了解，用同理心才有办法去了解到他背后情绪到底在说什么。他说这一句话一定有他后面的情绪在。当然，我们也知道，我们平常
对话中间，特别是跟最亲的人讲话，我们会省掉前面那一大部分。你的意思是说怎样？然后就好像文绉绉的在做文章一样。我相信这是很难的事情，也只有或者在协谈或在咨商的时候有可能这样，因为这是一个医生或是一个协商者，他跟他谈这，所以他会应用这个东西，还是会文绉绉的跟他谈这些问题。但是，一般的我们在讲话中间，我相信是很少的。我们也在上个礼拜中间，我们透过每天都有这个灵修的经文在，像这礼拜的灵修经文是在第16页这个地方。每天有一篇，包括圣经节都帮你写出来，要思考的也写出来。我们相信耶稣讲话的时候，也没有让文绉绉去讲，但是他从背后里面，他有他知道对方在讲的是什么。假定讲话中没有啊，他至少用行动也能够表现出来。我想你要人跟人之间有一个很好的沟通的时候，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盼望这不是在理论上。不是说我看耶稣这样很好啊，没有说哪一个人很好啊，就停在这样子而已，而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得到的帮助。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在中间的时候，代表人跟神之间透过主耶稣，人跟人之间也透过主耶稣，而这东西都是关系，你与神的关系，或是人与人的关系，主耶稣就是要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沟通的方式，沟通的艺术学到的时候，你要去传扬福音，也才能够传的，人家更愿意来听我们所要传讲的是什么。那今天我们要讲的是说听的部分，同理心的听是什么？也就是要有同理心的聆听。聆听的意思我们不是讲同理心的听，而是同理心的聆听。这字我想大家都非常清楚，就是非常注意的在听。注意的听的时候，为了听怎样？应该听到对方他的意义在什么地方。所以这边就牵涉到说，不是只有言语，你还要看着对方，你要看他的表情，你要看他的 body language， 他的身体的语言到底是什么，他的行为到底是什么。有一个人皱着脸，我跟你讲吃个东西，然后皱着脸跟你讲，今天叫丁也，这很甜，你会相信他吗？你当然不会啊，因为你的脸已经告诉他这是很酸的，不是甜的。所以不是只有言语而可以表示出，你要看他整个人的言语也好，行为也好，他的身体的语言在告诉你是什么东西，然后你就要这样，你才能够听到。而听到之后呢，你也要告诉他。我们讲同理意思，就是要让对方要知道，不是我心里面了解就好。心里面了解他，对方也不知道你是不是了解他，他当然没有办法继续跟你沟通下去。同理的意思就是我已经了解到了，我讲出来，对方也真的心有戚戚焉。对呀，这就是我的意思。你真的是了解，你是我的知心一样，要有这种感觉，所以你必须要怎样？要反映出来。所以有人将这个同理心的聆听，也讲成它是一个反应式的聆听，或者是镜子式的聆听。也就是将对方的情绪里面呢，他虽然没讲出来，但是你就好像一面镜子一样，很忠实的来告诉他。耶稣他在这方面呢，他就是一个很好的，他是一个很好的聆听者。他也看重要我们注意的去聆听，所以在启示录里面，他写给亚细亚，透过约翰所写的亚细亚的7间教会的书里面，每一封信最后的结尾就说，你要。结尾时候说，圣灵所告诉教会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你有耳朵的就应该要听。耳朵，神上创造我们耳朵做什么？不是要听八卦，是要认真的听，应该对你有帮助、有造就人的话，或是上帝的话也要告诉我们。所以我们都是有耳朵的，我们当然应该来学习同理心的聆听。这礼拜中间，我们仍然要用耶稣跟马大、玛利亚、拉撒路这个家庭他们之间的互动的谈话中间，我们来学习怎样子的同理心的聆听。今天的经节呢，记载在路加福音第10章38节到40节，只有路加福音有记载这一段。我简单的讲一下，我们今天的圣经节里面，耶稣到了伯大尼，就是马大跟玛利亚他们的家里面去呢，他们就接待了耶稣跟他的门徒，而这时候呢，马大呢是姐姐呢，她就非常热情的来招待，做这个招待的事情。她大概做了很多的事情在做，包括整理房间啊等等都有，或是准备饮料啊等等这些。
但这时候呢，我们看到她当妹妹的呢，她却没有去帮助，而是坐在耶稣的脚前，在听耶稣讲话。这时候马大他心里非常的不平，他因为事多心忙乱呢，他就向耶稣来抱怨，讲了一些话。然后耶稣呢就回应了马大。今天这是经节里面就是讲这些事情。我们来看这里面呢，第一我们看到玛利亚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家里有客人来，不是很多大家一起要帮忙吗？为什么只有放着姐姐去做，而自己呢就偏偏没有去做？后来我们常常用这个经节里面呢，自己在教会里面讲说，我就是那个马大，我就是那个玛利亚，所以我就坐在那边听就好，不去做。哎呦，我就是做事情，我不必来上课还是怎样？人家误会了这整个的情形在。其实这并不是真正，玛利亚绝对不是说你去做事，我就是不做事，我就是坐在那边听就好。这是已经对玛利亚有很大的误会在。原来玛利亚呢，她有同理心的。我们从上个礼拜的经节跟这个礼拜的经节呢，我们就可以去了解到，其实玛利亚她是非常的有同理心的聆听。虽然圣经中没有记载耶稣到底说了什么，或是玛利亚如何去回应，我相信这中间一定是有一段时间，不是只是问说你吃饱没？你好吗？这样几句话没有，是聆听，坐在那边听，有一阵子的时间。连马大做事情忙得已经差不多已经烦的时候，才来打扰的，这不是一个短短的时间里面。那所以，我们圣经中虽然没有记载的到底是怎样，但是从后来耶稣他所说的话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玛利亚她一定是聆听到耶稣的心意。耶稣他来到一个家庭，他希望是你们很忙的准备来招待他呢，还是盼望你来坐着跟他一起来谈话呢？玛利亚她所聆听到的，她聆听到的是怎样？是耶稣希望他们能够坐在那边跟他一起来讲话。耶稣不是为了吃，不是为了要招待，不是为了要被人家服侍而来到一个人的家庭里面。耶稣到我们每个人家里去也是一样，他不是人家准备非常丰盛的，然后来招待他，他更盼望你是坐在他的脚前来听他所讲的真理的话是什么。这是玛利亚她已经听到的主耶稣的心意，是要人跟他一起坐着谈，不只是坐着谈，他到底应该是要怎样？玛利亚她也聆听到说，耶稣的心意是要专注的听，所以这时候呢，不说话不反应才是最好的反应式的聆听跟静止式的聆听。我们还记得撒母耳在小的时候，他还不认识上帝。然后他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有声音来叫他撒母耳，撒母耳，而他没有去，他不知道，还跑到他的老师以利那个地方去。到第3次的时候，以利知道这是耶和华神在叫撒母耳的时候，所以告诉他说，你下次来讲的时候，你要告诉他说，请说我在这边讲说，请说仆人静听，没有错。我们主耶稣给我们的信息是，他到他的台前来，到他的脚前来的时候，是要跟他在一起，不是他不需要我们去服侍他，他要的是我们跟他心对心的来交谈。更盼望的是我们来接受他所要告诉我们这些真理是什么。撒母耳所讲的，请说仆人静听，正是我们要来学习的地方。我们再看上个礼拜中间，我们还谈到耶稣到伯大尼的时候，他被有人来请耶稣的时候，玛利亚那时候他打破了一瓶这个真的这个玛瑙香膏，这是非常珍贵的一个香膏。玛利亚将一瓶，那一瓶里面是1斤，然后就把它打破掉。香膏只要一点一点的就可以，但是他把整瓶都打破掉。在马太跟马可福音里面讲到有抹在他的头发上，而在路加福音里面他是弄在约翰福音的时候呢，是涂在他的脚上，然后用他的头发在那边将耶稣的脚上把它擦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玛利亚她其实做这些事情，她坐在耶稣的脚前，然后听话，她并
并不是说只一个我懒惰，我不做事情，我就是要坐在这边听而已。再加上这些整个的事情的东西，没有人看出耶稣已经靠近要去受难、要去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心里面的忧伤。而玛利亚她看出来了，她能够知道了，所以她就做了这一件，把香膏涂在耶稣的身上。耶稣自己也解释说，这个事情是玛利亚为了他以后受难的时候所预备的工作。耶稣深深的知道玛利亚她的同理，她同理能够了解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玛利亚她的聆听是真正的同理的聆听。耶稣没有讲出来的东西，她都能够明白到底是什么。这只有你将心比心，能够非常的专注，你能够用心里面去理解，你才有办法。所以玛利亚所做出来的事情呢，是得到主的称赞。在我们现在已经2000年之后，我们还在称颂这样子的美事。他专注到，甚至他都没有去帮助他姐姐在忙的时候。我们看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在这种你能够专注去聆听一件最上好的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你会损失掉一些，没有错。但是呢，这必须要彼此之间能够明白的时候，就能够将这事情变成是一个美好事情。很可惜，马大他并不知道。马大并不知道的时候呢，他就来向主耶稣来抱怨。所以我们来看耶稣如何面对马大这情形。耶稣在这时候他的同理心的聆听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看到马大在第10章第40节里面讲说，事后的事多，心里忙乱，就来近前来对主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他来帮助我。这也是有点奇怪的事情，他自己不会叫妹妹过来帮忙，他还要跟耶稣讲，然后叫耶稣来告诉他。但是在前面的经节里面，别的经节里面讲到，他们的关系非常的好，马大跟玛利亚的关系是很好的。马大曾经他看见主耶稣，他赶快跑回去跟他的妹妹讲说：玛利亚，耶稣来了。所以他们关系并不是很好，他关系是很好，但是他为何会这样子做这样的事情呢？我相信主耶稣所讲的就是他的原因，因为他事后的事多，心里忙乱，做什么事情，我相信有人要到你家里来的时候，你一定会整理你的家庭，然后你开始思考说，他来的时候我到底要什么来招待他？吃饭的时候我要煮什么东西？平常的时候我是不是应该要有水果？还有什么东西出来？在当时耶稣那时代的时候，他们是在都是用走路还是穿凉鞋走路的，所以进到门第一件事情一定是这样，还要洗脚啊，这些事情都是需要有人来照顾的啊。那说不定还要准备很多的东西所以他开始就非常的这样，因为事后的事多，心里就忙乱起来了，所以他就跟主耶稣讲了这些话。他大概是不好意思，耶稣在跟他讲，跟玛利亚在讲话，所以他不好意思，直接就叫玛利亚来，所以他跟主耶稣讲，请你告诉，或是放他一马吧，还是怎样？我不知道他原来意思是怎样，但是他就讲了这些话出来。耶稣，你要是耶稣的时候，你听到这种时候，你到底会怎样？因为我们要讲耶稣的同理心聆听。你要是耶稣的时候，你要怎样子来听出马大他背后的情绪到底是如何呢？我们看到耶稣他已经聆听到马大的情绪，就像镜子一样的来反映出来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忧虑烦恼。心里刚才的第10章第40节讲说，事后的事多，心里忙乱，这不是马大自己讲的，他只有讲一句话，他是讲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侍候，你不在意吗？讲这些话。所以耶稣听到之后说：啊，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忧虑烦恼。耶稣知道他的意思是在什么地方，因为他现在非常的心里非常的烦乱。所以我们用现代的话语来讲说呢，应该是说，耶稣似乎是在说：马大，马大，我能够感受到你觉得你需要做的事太多了，所以你心里忙乱、紧张、忧虑，是吗？用现代的话来讲，用同理心的话，就是这个样子。
耶稣省掉这个部分的时候，告诉他：你是为了许多事在忧虑。我们看到耶稣他的沟通的方式呢，他就将这个聆听，听到马大讲的话里面呢，他又反映出来了。他用这个镜子式的反应的聆听呢，告诉他马大的这些事情。我们也常常知道说，同理心其实是要跟一个人能够沟通，有一个需要有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先让同理，让他告诉他说我了解你，对方会觉得你真的了解我，然后就开始将他心里面的话，真的那个事情来告诉他，然后再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你开始得到他的信任了，你就开始可以告诉他，其实这件事情是怎样，然后告诉他能够指正他。我相信同理心不是说我随着你的意思一直在听这样就好了。其实那个事情原来是错误的，但是因为你符合他，所以那好像我讲的我的原来的想法就是正确的。所以很多人对同理心呢并不一定很赞成，那其实只是因为对同理心呢没有深入的去了解。同理心只不过是前面的半步而已，起头而已，要让对方知道说我了解你。对方也能够感受到，所以就开始将他心里面的话来告诉他，你才有机会跟他进入里面的更深一层的沟通，你才有机会来指正他，告诉他什么样才是正确的，什么样才是不是正确的。必须要有这样子的前面的这一段的时间。我们通常很多人，包括牧师通常都觉得时间过短了，所以人家一问我什么事情，我直接就跳到最后面的指正过去了。所以有人就告诉我，你安尼没人别继续跟你讲话啊！说你这样下去，他一下就跳到人家都还不知道，前面都没有感受到，那你就直接讲答案，或是讲一些我觉得应该怎么样，那他大概就是觉得好像没有办法，牧师不真正的了解。我相信我们中间也常常会有这样，当有人跟你讲一件事情的，你其实已经有答案了，觉得他这件事情并不是正确的。你应该告诉他正确，你直接就告诉他你这个事情应该要怎样，应该要怎样，好像审判官就这样告诉他了。通常这样的话呢，都没有什么好的结果，因为对方就不会再找你讲了，他这件事情就到此结束了。他觉得你根本没有办法了解我的心，所以同理心呢只是让对方能够争取到对方能够感受到你真的是了解他。然后就开始交谈的时候，心里面都话都讲出来，你讲他的情绪都已经告诉他之后，然后再来告诉他，其实这件事情应该是怎么样子，就能够将他就指正。所以耶稣也是一样，耶稣先把他的心里面的烦恼把它讲出来之后，耶稣紧接着又告诉他事情应该是怎么样。耶稣他在聆听到马太背后，其实还有一个心里不平衡的情形。甚至还有几分极度的情绪在，因为他在忙，而只有玛利亚在坐在那边可以在听，他不能在那边听。他心里面也可以想说，我也不做好了，那这是没有人管了，那到底应该是如何？所以耶稣呢，所以他讲了那些话，那耶稣呢，也就是讲完刚才话之后呢，就继续反应，跟他讲说，其实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耶稣已经告诉他这件事情，在耶稣的立场里面最重要的到底是什么？这用现代的话来讲的时候呢，耶稣是不是在说，马大，我也感受到你心里有一些不平，甚至怪罪，是吗？但是我也要真实地告诉你，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不能夺去的。你能够听出一个人他讲这些话背后的感觉跟情绪吗？他要表示的是什么？我们只是表面上的知道而已，或是我们根本就没有机会让他了解到我能够理解你，而让对方也能够感受到之后，才有办法到深入的更一层的里面去沟通，然后去我们的讲的话才能够对他有帮助，他也才能够听进去。我们是不是能够做到像这样呢？有个例子来讲说，例如说太太对先生讲说，你已经连续3-4天都在看政论的节目了。那丈夫有一个回答是说，你好像觉得我心里面冷落你了是吗？这是良好的。太太就说，是啊，是有一点感觉变冷落了啊。
先生就说：“那再等我5分钟，我节目结束后，就我们一起去散步吧。”啊，这是太美好的。然后呢，佛事有一个回答就是说：“拜托啊，选举又要到了，我是在关心国家大事呢。”太太说：“动算，又不能当大蒜来炒菜。你不看电视，国家也不会垮掉啊。”丈夫说：“你们女人懂什么？你进去房间看连续剧好了。”哇，这答案呢，我们都知道哪一个是有同理心，哪一个是没有同理心。你有没有聆听到它背后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所以要是这个，其实这种情形是蛮多的哈。下次太太跟你讲说，你已经好几天都在看政论节目了，9点以前有大话新闻，现在没有大话新闻了，你也是一直在看这个节目，那你要如何回应呢？我相信它背后的意义呢，并不是说你不应该关心国家的大事，而反而是另外有其他意义。到底它的意思在什么？你要如何去回应它呢？或是有人来告诉你说：“啊，你好几次开会都没有来，你到底在忙什么？”你要如何回应呢？他是关心你没有来而已，还是他关心你背后是不是有什么事情？你要愿意跟我分享吗？愿意让我来关心你吗？或是你要是一个父母的话呢，你的孩子跟你讲说：“我们同学的零用钱好多哦，而你每个礼拜只给我这一点点。”我不知道你要怎么去回应他。我想你不是那么单纯，是不是刚刚那都有告应啊？还是讲到说他们是不是有很多的比较在？他很多是不是觉得怎么会这样？是不是他不明白我们给他这样子的零用钱，其实我们的含有教育的成分在，到底是什么？我们能不能听出在跟人对话中间，它背后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今天要告诉我们说，要快快的听。台语讲说，听就紧，重点是在听。那你的动作是怎样？是要你要是很快的去听，还是很专注的去听呢？雅各书告诉我们，就是你要专注，然后听很快，而且要全部都要吸收进来，都要听进来，都要了解到它背后的意义到什么，才开始有反应出来。你要说，你要动怒，你要反应到底是什么？然后今天还告诉我们，同理心的聆听里面，不是只有在言语而已，包括他的行为都是，包括他的 body language， 他的这个身体里面的语言都要。所以你要是没有专注，你没有注意去看的话，你怎么知道呢？一面看电视，一面听讲话的话，你能够了解到它真正意义是什么吗？你问他什么事情，这样子在讲呢？这样好吗？他跟你讲好啊，还是说很高兴的好啊？到底是怎样？你根本不知道啊！也讲说他已经说好了，我们就照这样做吧。结果呢，其实那并不是一个，那只是敷衍的告诉你的一个好而已。我们盼望在学习沟通的艺术中间，我们要将心比心，将你的心，你好像就是把对方的想法看成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盼望能够了解它。我相信牧师这样讲，并不是牧师就已经非常厉害。我也在学习当中，每一个人都在学习当中。特别我们跟我们最亲密的人来讲说，我们更容易这样松懈掉。我们很容易就是省掉一大段，直接就讲它的背后的意思就讲出来了。不只是这样，我们相信在整个我们愿意跟人家沟通的话，对方也愿意要有沟通的心，才有办法。这是2个人的事情。虽然我们主动这样讲，但是对方要是没有的话呢，也是非常的难。但是我们仍然要保持我们的部分。我盼望我们都是做到我们该做的，就像耶稣一样，耶稣也没有去指责马大，马大有没有改变？他也没有去要求你要改变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他没有这样子讲啊，他只是将他主耶稣知道他背后的情绪是怎样告诉他，然后告诉他，其实最重要的只有一件事情，是不可少的。而玛利亚，她已经得到了选择那上好的福分，而这福分是呢，是不能夺去的。我相信我们在沟通艺术中间，今天进到第2讲是要聆听的部分，我们又必须有很多的学习里面，但是我们也可以成为那个聆听者。你也可以学会聆听，
快快的听，就是一个同理心的聆听，它就是一个将心比心，是一个专注，是一个理解的听，并在生活中常常的操练。你只有当将心比心，站在对方的立场，你才有办法去理解到它的意义到底是在什么，而不是我们自己原来就已经有一些早就预设的一些立场去听这些话的话，那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可以放下你的这些，然后来听听，意思说我想要真正的了解你的时候，这时候你的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你就能够去有一个同理心的聆听，能够听到它背后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耶稣是一个聆听的主，他同理你，他愿意聆听你的心声跟遭遇，我们愿意更深的认识他，更深的信告他做你的救主吗？你在祷告的时候，是不是祷告完就结束，然后就走掉了？好像跟主的交通，今天就到此 OK 了，是这样子的吗？很多的教导都告诉我们说，我们祷告通常都是单向向神来祈求，但是神要回应，神听完了要回应你的时候，怎么好像你已经走掉了？他已经没有办法来告诉你了，没有办法让你理解到的到底是怎样。主耶稣他愿意，他非常清楚我们的心声是什么，但我们知道吗？我们知道神的心声是什么吗？我们愿意更深的来认识他，更深的来依靠他做你的救主吗？他要是你的救主的话，你跟他的关系是什么？需要的时候才找他而已，还是平常就是依靠着他？我相信我们常常会为了世间上这些世俗的事情在忙碌，我们早就忘了，因为平常都不需要耶稣的样子，但是等到有困难的时候才想到说，主耶稣啊，帮助我救我。No， 你平时就是跟主耶稣要有一个很好的沟通，虽然你那时候看起来是不需要，但是当你跟主有一个很好关系的时候，你可以更享受更多的福气，而不是在我们危难的时候，在我们需要的时候才来祈求主。所以我们盼望在这操练这一个月中间，我们都恳求主赏赐我们有一个同理心的心，能够听。今天我们要来学习说有同理心的聆听的能力，恳求主能够提升我们的沟通的能力。为了什么？为了要荣耀主。当我们跟人有很好的沟通的时候，人才会听我们所要讲的话，你的福音才有办法传出去，有办法传出去，人家才听得到，听得到才可能相信。愿神祝福在我们每一个愿意来学习、愿意来热切的来做这种操练的人。这4个礼拜中间，我们都有小组。这小组今天的题目来告诉我们说，听到马大的抱怨，如果你是玛利亚，你用同理心聆听，你会对马大说什么？你会对耶稣说什么？圣经中间完全没有提到这一点，只有马大跟耶稣的对话而已。若是你是玛利亚的话呢，好像是不是事情跟我无关？反正耶稣有回就好了。其实我觉得玛利亚她应该要讲一些话，她已经听到了，她既然能够这样子的了解到耶稣没有讲出来的心境，她都知道了，她更能够明白她的姐姐她到底应该要讲什么。我相信我们有可能就是这个玛利亚的角色，我们可以用这样子来练习。圣经中间没有答案给我们，但是我们从耶稣所做的教导里面，我们可以来学习。当耶稣指正马大之后，如果你是马大，以同理心聆听，你会对耶稣说什么？你会对玛利亚说什么？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当我们受到别人的指正之后，我们要如何来回应呢？我们原来讲的话中间，对马大原来对玛利亚已经有不满的，因为他告诉主耶稣说：“你为什么不叫他来？让我一个人来侍候？你不在意吗？吩咐他来帮助我。”已经对玛利亚不满了。但是听到耶稣讲之后，他是不是应该再回去跟玛利亚说什么呢？我想将这个功课就留着我们去学习，一定要如何能够快快的听，用同理心去聆听呢？
聆听之后呢，我们有可能前面是不是很正确，但是我们来学习要如何来改善。当你有这样子的心的时候，神就祝福在我们身上。你要如何来提升你的同理心的聆听力能力呢？这都是让我们可以去思考的部分。愿神祝福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我们同心来祷告。慈悲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透过我们灵命操练这今年，我们来学习要如何能够有很好的沟通，因为沟通乃是建立在关系上。要有良好的沟通，我们就必须有良好的关系。当人与人的关系有美好的时候，透过我们的媒介，就是用沟通的方式的时候，我们才有机会将福音好消息能够让人家知道。求主你来帮助我们，在这个4个礼拜中间的学习，都能够得到神你的祝福在我们身上。像我们今天所学习到，要有同理心的聆听。如何专注的来聆听，如何将心比心，用理解方式的来聆听。但愿这些学习、这些操练都成为我们的帮助，以及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也能够得到帮助。献上我们的感恩与祈求，这时我们要再次将主耶稣告诉我们的新的诫命，再一次的来立约。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2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